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无人，好，大家做伙徛好。恁刚才今仔日咱要创啥？提宝藏。提宝藏，恁台语好无？好，安尼咱就拜托石门神紧开门。石门神紧开门哦！哈哈哈哈！队长，小朋友，阮的规工拢无食物件，腹肚有够枵的。你今仔日带小朋友来，有炸点心要来互我食，对唔对？唔对，你有炸物件无？无啥。哈，你无炸点心来，安尼借问一下，恁来新店是要做啥物？提宝藏。那呢，借问神来问恁一个问题，小朋友，平常时放学的时阵，恁拢会去买啥物钱的小食物？钱的小食物，我拢食臭豆腐，我拢食咸酥鸡、咸酥鸡、花枝丸、花枝丸、红烧肉。红烧肉，我拢食猪肉。你讲到安尼，我规个嘴烂插插的呢。安尼恁对这个点心非常有研究，是吗？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亏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大河樱花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来食长仔面嘿！这位就是我请的中破西啦。我请嘿中破西嘿，来一地50，有人要买无？买野手嘿。咱有要一地吼，有这一地啊，米粉一地，粉仁一地。够好食。好食，你看我海干呢？厉害呢！算袂歹啦。嘿。平常时敢有去灶骹斗3工过？有哦。有的时阵会去。会去你感觉安尼像安尼煎肠仔饼安尼害有过？看过阮阿母安尼用，毋过我家己用拢甲灶骹用甲足乱的。有影。斗3工煮食，还佫要去灶骹斗3工，有做啥物代志无？洗碗。洗碗。你敢有？甲嘛洗碗。是洗碗。煮饭。你捌斗煮饭哦？厉害呢！有计你是去斗3工啥？我嘛是洗碗。你嘛是洗碗？洗碗真好因为啊！咱通常要去灶骹，第一项代志学的拢是洗碗。听起来大家对煮食拢真厉害。安尼准备来第一关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咱一个开始哦，就一直咧讲食的，讲到真正有淡薄仔流嘴烂。若是这尔啊侪出菜当中，你有特别爱食哪一出无？有计你感觉你家己爱上爱食啥？咖喱饭。咖喱饭。咖喱饭。如你咧？炒米粉。炒米粉。米粉你感觉？炒饭。炒饭哦，你上爱食炒饭哦？不然你爱食啥？除了那个炒米粉以外，我应该是上爱食圆仔。圆仔。阿嬷做的圆仔较好食。阿嬷做的圆仔，我即摆要烤的，甲食的嘛是有关系。食啥咧？早顿，恁早顿会食啥？小想看卖。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开始哦！来哦，接不准哦，真好。油炸粿。
按着擦出啊，油煎粿、油炸粿拢会使吼。来，加油！心好哦。粿炒你一下开落。古林，哦，真好，真牛。喂，好好打。来，好啊，蛋。啊，个粿头啊，来，看好哦。啊，个粿头啊。个粿头。好。烧饼，哇，真好，真牛。阿姐，嘿，啊，总算是好着啊。肉粽，对，肉粽无唔对。哦，来，炒面，真好，炒面我嘛爱食。搁炒一煮啊，看准哦。搁粿头。大姐啦！哦，有啊，总算是接到啊。米奶，唔对，米奶。好，过来。有。番薯，番薯无唔对，番薯拢会用的哦。好，哦，真牛。馒头，嘿对，馒头。好，喂，豆奶，无唔对，就是豆奶。咱早顿的豆奶配馒头哦，真牛。碗粿，水哦，碗粿，加油！卵，无唔对，卵也是2包。嘿，炒一煮啊。好，过来。好，咸米哦，唔是，来。嘿，米笋，米。好，过来。菜包卵，真好，来，今日搁接者。好，先掉。面茶，啊，好。辛苦你啊，队长。我卡死。咱来看卖啊，头先有啥物题无去讲到？哦，油煎粿、油煎粿是啥？油炸粿拢会用的。油炸粿就油条，哦。知影？咱做伙念一解。油炸粿，油条。好，咱来看米奶。咱有豆奶嘛，另外一个就是米奶。有当时咱早顿会讲，我买米奶套豆奶。 2块当。时安尼啉嘛。咱搁看哦，减麦。咸还是白，减糜，就看人安怎讲。恁鹿港是啥？我袂记。糜吧。恁嘛是糜？恁有人讲麦吗？恁是食麦？拢有呢。食麦。安尼其他拢有讲到，咱即摆来看到恁钓到几题，拢总是11题，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一个金箍箍真厉害哦。安尼刷落来，就来进行咱的第2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有金箍箍通摕。第2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 其实小朋友来学煮食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哦，因为你当啊对迄个过程啊，对遐个食材、遐个原料，甲一出菜是安怎做出来，食啥才是健康的，这个过程真重要。头先嘛有问到，恁拢加减有斗煮食嘛？哈。到底第一个题目是啥咧？咱来看卖者。灶骹会出现的物件灶开。真济哦，毋过毋是恁家己炸袂去的哦。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 上简单的，就是菜刀。菜刀对，碗对，碗。盘对，加刀，加刀对，电火。电火对，汤匙啊，汤匙啊对，插头。对，杯啊，杯啊，伊讲杯啊。杯啊对，杯啊对，哇，地地鼓对，鼓。地鼓会用的。猪
低调，你的朋友我讲，唔对，我有讲过，你讲我讲，你较严格，你是倒啊，倒啊，倒啊哦，倒啊会用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伊啊，伊啊有啊，你也较严格，你收冰箱会对，放咧灶骹，水倒头，水道头会用的，好耍，表现了袂歹啊。恁个想到啥？因无讲着。钱嘛，哦，签啊，倒宝，倒布，啊菜瓜布，洗碗精，洗碗精啊。好，啊头先安尼比起来，恁拢总着着13题，这以后，所来，就换我甲恁啊，手下留情，来，好，换位，加油啊！刷来这个题目真简单，就是要请你讲出有肉这个字，啊，毋过是食的物件，食的物件，亲像肉包，肉包，肉包内底有肉吧？嘿，准备好哦。我先讲啊，好，啊对，我先讲啊对。你先讲啊！你先讲。好，来，准备这招，现来噶。牛肉，肉酥有。哦，肉丸，肉丸。肉虎。肉虎拢讲会出来。肉，啊肉点嘛袂使嘛，无肉嘛。无肉。肉，哦肉纸，肉纸是。哦，肉纸有哦，强，肉粽。肉粽，鱼肉罐，鱼肉罐头啊，肉包。爆肉，崩肉。爆肉迄落宜兰的爆肉，哇，我想无紧的啦，哎，你甲我讲者，鸡肉。鸡肉，空吧。你给我2秒，2秒了，2秒，红糟肉，红糟肉啊！红糟肉，卤肉。你给我讲会出来，老婆，我心脏要看你，给，够啥？跟肉有关系哦。蚵仔肉唔是肉，我肉卡，你肉卡，你超正先人啊！你肉卡，好肉卡，哎，其实讲出侪肉去啊。骨仔肉。咱啊骨仔肉对哦。好，今摆来看卖恁2关拢赢，着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太厉害啊！啊，不过第3关就无遮好摕啊。准备接触，现来个。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雪雪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煮食的方式啊，有非常侪种，啊有一间店哦，非常的受欢迎哦，就是因为伊煮食的方式足特别。啊是安那特别的，咱做伙来看，现来个。哎呦喂啊，哪会有香到这型的烘肉味？片到这来哦，就看到一位师爷咧烘鸡啊！看到这么好食的鸡，我就真正挡袂牢啦！赶紧来问头家，因是安怎烘鸡会这么香？以早阮就是做烘猪的，啊做了无好，阮的地群组就讲，啊你是安那规条鸡啊拢伫做鸡，你去做烘猪的，甲头家托梦安尼，啊才落去甲阮教安那做。咱的鸡是毋是用肉鸡啊？咱的鸡是用风啊鸡来烘，用大火直接来烘的，就是甲外口烘的鸡无共款，皮酥的、肉嫩的嘿。哈？啥货啊？这出烘鸡竟然是新民看家的好滋味！哎呦，唔管啦，我先夹一喙。哦，这食落去吼，规喙全油漉漉的鸡汁甲鸡肉香呢，是毋是新鲜我？嘿嘿，讲到这来哦，恁敢知影买物件了后，
喙内也老有味，这句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哇，你的喙内敢有味？讲我有即摆有鸡肉味，有鸡肉的味哦，油香，油香哇，这喙内阁有老味。老哦哟，这真正唔知影。咱听看卖红记记甲白色色。保拼袂出名，听我白色色一定赢。爱讲一句话叫做“喙泉”，喙泉呢，就是讲吼，已经食完物件，安尼喙吼，就敢若即个鼻孔共款，足香足香，到泉水一直泉出来，泉出来，一直泉出来，安尼足香的。喙烂一直流出来，啊，红记记你讲看卖。好，我是红记记，听我的，互你歹运拢无去哦。我甲恁讲啦，这里吼叫做喙尾，啊，喙尾的意思呢，就是讲你物件食落了后呢，这个香味吼，佮留喺你的喙内底，安尼，香香香哦。香香，哦，喙尾就是味有留喺喙的安尼。对。所以是白色色讲的喙泉，还是红记记讲的喙尾咧？恁感觉咧？文玲，你感觉咧？我嘛唔知，应该是白涩涩，白色色，涩涩，为什么是白涩涩？因为感觉喙泉迄个泉平常时袂啥会晓讲，若是讲会安尼讲，应该是专业的。因为这个字少你讲的啦。啊，如你感觉咧？红记记，哦，你选红记记啊？因为伊讲伊的味，有留在喙的。所以我选红记记。哦。想要选白涩涩的野手，啊好， 3票， 3票，所以恁选的是白涩涩。敢安呢？所以恁选的是白涩涩。敢安呢？啊！是脆尾。我两个，啊，还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讲脆尾，无去啊。无去啊。啊，喙泉煞流过来。啊，喙泉的意思就是吼，毋是伊讲的哦，食落什么迄个喙烂你无，毋是。留伫个你食过物件的所在，迄就叫做喙泉。啊，若是阮兜有饲狗，阮兜迄只狗嘿，食一个，食过有狗的喙烂，就是狗泉，是吗？真正的。啊？真正是安尼，不要紧。虽然咱有2个同学无起来，啊，毋过咱阁有1摆的机会。来哦，咱来看后一题。遮除了有香讲讲的香鸡肉，阁有足侪好食的料理，像讲宜兰上有名的西卤肉、鸭掌、高渣，拢是遮的招牌菜哦。阁有即种看起来普通、煞使人怀念的平民美食，伊就是伫遮会当食甲饱的猪油饺饭。讲到食甲饱，我就想到一句话。嘴巴目睭枵，请问恁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即马是真正巴肚枵。有诶，猪油饺饭。对啊。好啦，嘴巴目睭枵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咱听看卖。好，嘴饱目睭枵的意思就是讲哦，我已经食饱，啊，毋过我看到别人哦咧摕迄食物哦，安尼看起来足好食的，安尼哦代表是咧形容一个人足妖怪的、足贪心的，安尼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红记记干嘛呢？毋对，我甲恁讲啦，咱若食饭饱，是毋是会爱困？所以哦，你就会使甲人讲，哦，我嘴饱目睭枵，所以哦，我目睭嘛要甲困好饱，安尼知无？恁感觉是啥？听起来。我即摆我感觉是白涩涩的。白涩涩。白涩涩。因为就是我进前伫咧学校嘛，看一寡食物件的影片，啊，就是迄个时阵明明就是物件已经食完啊，啊，毋过就是想讲，看起来足好食的。哦，所以你捌有即种心情就对啊。啊，美文呢？我嘛感觉是白涩涩。白涩涩，因为你捌有即种经验吗？甲文玲共款吗？真正。所以你拢要选白涩涩？确定？
歪解，歪解。敢安尼？嘴巴目睭枵。哦，对啊！无唔对，就亲像白写写讲的，就是已经食足饱，啊，毋过目睭看到好食的物件，伊嘛还挡袂掉。这句话嘛，互我想起另外一句话：一底吞落肚，一底甲后箍，喙的搁咧剥，一底甲半路，目睭搁咧顾。哦，有妖怪无？这妖怪的程度真正是，这一个伫巴肚啊，后箍嘛有啊，喙搁咧剥，啊已经冷的啊，目睭搁咧看，有妖怪无？有。来，这句会使学起来。若是有动物一直咧食，啊目睭搁咧看的时候，你就通甲伊讲，安尼了解？哦，你就是咧动物。你就是咧动物。就老实嘞，就你做老实的咧，安尼咱来看，你钓到几题，拢总钓到一题，会当摕到半金可可。之后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会钓咧？现来个。摕宝藏的机会又过来了，2届机会，你感觉倒一个金条较有机会摕到咱的宝藏？感受一下是倒一个动物？就好。就好。拉力阮林感觉小可有拉力哦。啊，如你想要选倒一个？就好。就好。好，安尼咱讲试一个好这样子。啊，那4个拢应该试是吧？无？无啦。啊，讲笑的啊，是讲，所以恁敢2摆机会2摆机会，好啊选。就好就好。啊，是第一个先就好。好。所以恁要先选就好。就好。确定哦。就好，请起来。啊。哦。无欢喜啦。真正无欢喜，剩1摆的机会哦。等我刷都会刷牛来拉力。看一个，看一个，尽量看。啊，你若是要徛起啊看嘛用的哦。哎。啊是免啦，啊是像有这种体质。嘿，体质。哎。哦，你有体质，哦，你去看嘛，你去看嘛，每回咯。每回咯。啊是长尾山牛。每回咯。等我刷牛。长尾山牛哦。一感面就长尾山牛，你有感面着？拢饲长尾山牛。哎，我若甲你，我讲哦，真正你若是长尾山牛去要着宝藏的话，你后摆拢爱信伊，因为头前嘛有一题，敢若伊讲红记记，啊你要选白写写，对无？嘿啊，剩一个金箍箍的机会。这个金箍敢有可能着请起来？你拢是长尾。全新的活力的恋爱的，哇啦，太好了吧！这恋爱的全新的呢，哇，这奖品嘛真好。恁敢有算过这恋爱的？有啊，家己厝内面敢有？伫厝内面袂使啦。无啊无啊。我是感觉咱先甲阿卢老师拜一下。先拜一下。阿卢老师，我先甲吹落一下。麻烦你啊，麻烦你啊。啊，不过因法度摕到这个恋爱的，嘛是因的实力真好。不管是啥物题目，还是啥物游戏，因法度破解，真正厉害。啊，继续学台语，继续讲台语，好唔好？好。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学台